嗱，入嚟聽故仔啦！今日咧要同大家講個金融史上面嘅權力的遊戲嘅故事。個主角咧你都識嘅，保時捷。你唔好以為人哋淨係識得賣車喎，人哋當年嗰次針對大眾汽車嘅收購戰係寫得入金融教科書嘅。個劇情咧仲好睇過電視劇。你以為佢做點心啦，轉頭佢變身咗做豺狼喎。你以為佢贏硬噶啦，結果輸到褲穿窿。保時捷同大眾咧兩間公司係同宗同門嘅血脈相連。05年咧開戰嗰陣時，兩間公司嘅話事人仲係表兄弟親戚。咁當時咧大眾汽車一年可以賣到520萬部車，保時捷咧頂籠先得嗰10萬部左右，爭成50倍啊！雖然規模細啫，但係人哋識得賺錢喎。大眾嘅年收入有成1200幾億，但係利潤咧先得個雞水咁22億。保時捷收入得103億，但係個利潤竟然拍得住大眾去到19億啊！保時捷當時嘅勢頭咁猛，於是就諗住搞鋪大嘢啦，收購大眾。原因咧有兩個，第一咧，大眾嘅市場同產品同保時捷咧係互補嘅，生意上面係有數為啦。第二個，兩位老細雖然係同一個家族，但係有啲牙齒印，食咗大眾，順便可以報翻一箭之仇。05年嘅9月25號，保時捷正式吹雞，直接宣布已經攞咗大眾18.53% 嘅股份。之後咧一路掃貨，到咗07年嘅3月份咧，持股就飆到30.9%，俾保時捷咁狼胎咁追住買，大眾嘅股價肯定一路飆高啦。呢個時候出邊乜對沖基金開始聞到味啦，成班撲晒上嚟，全部沽空。點解呢？佢哋到呢鋪收購實衰啊！只要保時捷一失手嘅話，而家股價升到有幾高，第時就跌得有幾金啊！今次單收購天生就係地獄級嘅難度，有兩大死穴。第一個咧係體量上面嘅差距，咁就睇營業額，大眾就已經係保時捷嘅10幾倍，或者蛇吞象喎，眼闊肚窄，夾硬嚟肯定分分鐘啃死啦。第二個咧係法律上面嘅絕殺，德國咧專登為大眾喺1960年度身訂做咗一部大眾法嘅，入邊嗰啲條文好複雜。總之一句到尾，根據德國嘅法律咧，正常控股一間公司咧75% 就 OK 噶啦，但係大眾咧就要去到80%，要求就變高咗。咁仲未完喎，呢頭要你攞個80%嘅股份，嗰頭德國政府咧又揸住大眾20.1% 嘅股份，你有冇聽錯？係20.1% 啊！就問你夠唔夠核突？兩樣嘢夾埋，即係話，就算你買晒全世界啲大眾股份，只要德國政府唔放手，大眾嘅股權你諗都唔使諗啦。所以班對沖基金咧實牙實齒咬定，保時捷啲金鋪係實肥佬噶啦，冚唪唥落重注買細，乘機掠佢一筆。呢個形勢，保時捷亦都心知肚明，但佢照樣喺市場上面食住上，繼續做大眾啲股票喎。咁佢又究竟有啲咩後手呢？